对持卡心的大家向台北富邦银行贷款的风波继续来探烧。民进党的市议员林彦宏是怀疑持卡心有关涉，也毋过银行回讲甲持卡心之间无往来。林彦宏是痛骂到台北市财政局避重就轻、闪避问题，财政局回讲一切拢照规定。 不要用个资法来糊弄我们。台北市府态度无要无紧，民进党议员林彦宏讲，台北市府成为北附近的沟通，针对入会持卡心大家超额贷款的风波，应该出面讲详细。原来台北市政府在富邦的3席董事，如同是公亲，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事。我们也看到中央的金管会有回应，监理机关他们是对个案。 不来进行回应。会期现转遮尔粗，因为林彦宏早就伫咧4月20日，就向财政部讨资料，问北附近持卡心大家的贷款业贷含利率标准，阁有敢有含持卡心有伫咧来去。财政部过一天讲资料需要阁等3天，而且无保证提供倒一寡资料。3天后讲一切贷款拢会依照银行相关规定办理，银行和议员嘛拢无互动的记录，其中针对这几年议员申请贷款的金额，阁甲2900。 外判无说理判唔着做2.9亿，互议员骂市府想无长进。所以他们回答的内容也是避重就轻。如果有往来记录，你会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吗？他在核贷的时候，当然要受中央金管会的相关的核贷的5批这样的原则的限制，跟着金管会的规定，中央金管会的规定。就算关系到关谷银行款项，不过这回财政局态度是正黑，持卡心敢有倒三共甲大家借贷款，或者是超低利率？民进党议员恐惊嘛无想要回应，好食困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